大家好，又嚟到新年呢個頻道啦。今集86集要分享8隻嘅不鏽鋼手錶俾大家嘅，希望各位師兄師姐有興趣。咁上星期就拍少咗一集，因為唔喺香港。咁啱啱翻到香港咧，都馬上拍翻片俾大家啦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呢個頻道，多謝各位先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，記得訂閱。第一隻要介紹呢個 Omega 海馬系列，咁呢隻手錶就42mm 嘅，用咗一個藍色嘅陶瓷外圈啦，可旋轉嘅呢個圈，可以轉嘅呢一個圈，嗱咁就可以轉到噶啦。呢個陶瓷外圈，跟住入邊個錶面咧就用一個灰色嘅錶面啦，配上一個波浪紋嘅，大家可以睇到波浪紋，跟住一個超強夜光啦，全部都有夜光嘅。一個藍鋼嘅指針，咁 Omega 咧入邊都用咗一個藍色嘅設計嘅。咁睇埋個錶帶先啦，錶帶都好實淨嘅，成隻手錶都有9成新噶啦。咁呢個錶帶入邊呢個位咧，撳落去咧就可以微調到嘅，校到長短啦。戴上手俾大家睇睇先，42mm 嘅效果，錶帶夠長噶啦，大家都唔使擔心。雙手效果。手錶都有9成新㗎啦，呢隻手錶。成隻手錶都9成新。咁呢一款機芯咧就使用呢個8880嘅同族嘅機芯嘅，俾大家睇埋個規格啦。全套齊全嘅，25,800，25,800。咁有興趣記得聯絡小弟啊！全套齊全嘅，有卡有剩噶啦，有盒噶啦，有卡嘅，同埋有個大嘅盒，記得聯絡小弟62064288。第一隻嘅手錶，第二隻都係介紹呢個雕陀啊，海洋王子啊，金鋼嘅款式啊，大家睇到嗱，一個金鋼嘅款式啦，18K 金嚟嘅。咁呢隻手錶就42mm嘅都係。咁入邊個錶面咧就用咗一個碳纖嘅錶面嘅設計，嗱大家睇到碳纖嘅錶面，咁一樣係超強夜光嘅42mm，一樣可轉嘅外圈啦，18K 嘅金片啦，呢啲全部都係18K 嚟嘅呢條錶帶，金鋼款式，咁錶帶都好企理噶啦，唔鬆嘅條錶帶。42mm 戴上手俾大家睇睇啦，上手效果同埋條錶帶個長度，錶帶仲有咁多空間嘅，19都啱噶啦，都啱戴噶啦。最緊要個價錢，睇埋個價錢先，大家13,500，13,500。如果買隻鋼嘅咧，平均市場都要11,2蚊噶啦。咁而家買隻金鋼都係13,500，咁型號就係89193。咁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啦，有興趣記得聯絡小弟。咁再介紹都係雕陀，咁呢隻計時手錶嚟嘅，型號咧就係20300啊，一個雕陀嘅計時手錶啦。咁個錶面用一個湖水藍綠色嘅錶面嘅，大家可以睇到個錶面非常靚啊。跟住個擺位咧就係369啦，個小盤圈。嗱，大家睇到個外圈啊，外圈冇甩色嘅，好靚仔嘅個外圈。成隻手錶都有9成新嘅，近鏡俾大家睇下啦。外圈非常靚，睇埋錶帶先。嗱，錶帶都好企理嘅，嗱，錶帶又唔會鬆嘅。咁成隻手錶都有9成新㗎啦，呢隻手錶。40mm 戴上手俾大家睇睇先。嗱，上手效果個錶面非常靚，錶帶長度大約19都啱噶啦。同埋呢隻手錶已經洗咗油噶啦，所以非常企理，非常精神啊！呢隻手錶俾大家睇埋個規格，14,000蚊。14,000蚊單錶一隻，咁有興趣記得聯絡小弟。型號20300，咁
咁再介紹隻 Omega 啦，計時手錶，型號3510啊，5000啊，呢隻手錶。咁39mm 嘅一個黑色嘅外圈啦，跟住一個黑色嘅錶面嘅計時款式。咁一條實淨嘅鋼帶啦，實淨嘅鋼帶，39mm 戴上手俾大家睇睇啦。上手效果。咁呢一款咧就大海馬嘅錶底嚟嘅，大海馬嘅，唔係細海馬嚟嘅，同埋係螺絲底蓋要擰嘅，呢個底蓋唔係吸落去嗰啲嚟嘅。小月球嗰啲款式咧就吸落去嘅，大海馬咧就擰螺絲嘅呢個底蓋。咁呢一隻手錶咧就有卡嘅，有2張卡，同埋有當年嘅購買單嘅，睇埋個規格啦，11800。11800，型號35105000，咁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。11800，咁有卡同埋有張購買單。咁再介紹 Bulgari 型號45S 啊，咁呢隻手錶就全隻不鏽鋼啦，就自動嘅自動機器嚟嘅。因為有啲款式係石英，不過呢一隻咧就自動嘅。嗱，咁個錶面都寫住自動噶啦。咁呢隻手錶咧個直徑就26，高45，所以都唔會細隻噶啦，長條形嚟計。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，上手效果。咁用咗一個白色嘅錶面，一條實淨嘅鋼帶啦，實淨嘅鋼帶，睇埋個長度先，最緊要。一般先都合適噶啦，18點幾。咁呢隻手錶單錶一隻嘅，最緊要個價錢5800，日常點戴都抵啊！呢隻手錶5800蚊，鋼帶嘅款式。跟住再介紹就卡地亞啦 ，Prada 型號2790啊！呢隻手錶型號2790，咁大裝 size 嚟喎，40mm 個呢隻手錶大裝 size， 用咗一個米色嘅錶面啦，一樣係自動嘅呢隻手錶，跟住配上一條鋼帶，呢條鋼帶厚身啲嘅，因為係40mm 呢隻手錶，所以條鋼帶都厚身啲嘅，大家去睇下。40mm 上手效果，上手效果同埋錶帶都夠長㗎啦，錶帶仲有咁多空間嘅，條鋼帶一樣實淨嘅，睇埋個價錢啦，14800，14800。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，40mm 㗎呢隻手錶，148，有興趣記得聯絡小弟。跟住再介紹一隻卡地亞藍氣球大裝 size 42mm 嘅藍氣球嘅款式，咁呢個就一個招牌錶面啦，羅馬字，咁有日曆嘅呢隻手錶，因為有啲就冇日曆，咁呢隻有日曆嘅，跟住後加石，後加珍珠石，大家睇下。後加石，咁呢隻手錶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。藍氣球42mm 大裝嘅，上手效果，男女合用啊！呢隻手錶，錶帶都夠長㗎啦，錶帶仲有咁多空間嘅，一樣實淨嘅錶帶啦。呢一個嘅型號3765，3765， 27000，單錶27000，咁後加石，所以非常抵玩啊！後加真鑽石，睇下邊位師兄師姐有興趣啦。跟住再介紹個卡地亞啦，卡比型號3389，3389，咁呢隻手錶咧就42mm 嘅，用咗一個黑色嘅錶面。大家睇到黑色嘅錶面啦，咁羅馬字咧就用咗白色嘅設計嘅，
一條實淨嘅鋼帶，都係實淨嘅鋼帶。上手俾大家睇睇先，42mm 效果。上手效果，咁仲有一粒士啤格嘅，仲有一粒士啤格嘅，所以大部分嘅師兄都合適㗎啦。咁呢一個咧就用咗一個機芯咧，就係1904嘅一個透底啦，1904嘅機芯，單標一隻嘅呢隻手錶，手錶都有9成新㗎啦，24,000，24,000。咁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。咁有興趣記得打個電話62064288，歡迎實體店交收嘅，記得打個電話62064288，多謝各位先，多謝。